待会要礼拜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在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同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在每一个时刻，我们都要用安静的心，让每一个人能够看见神奇妙的伟大。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哦，到了那一日。哦，到了那一日。世界必要看见主的威严广大，唯有他被高举，世界和众列邦在主的宝座前，因共屈膝。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爱我们的心，好叫我们重新因你而再次看见主你的威严和伟大。主啊，你爱我们，但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命摆放在神你的面前，求神再一次帮助我们。虽然环境险恶，但是我们在主你的宝座前，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而且充满平安。愿神再一次引领我们的心，在神你的面前能够得着喜悦跟盼望。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唱这首歌。哦，到了那一日，世界必要看见主的威严广大，唯有他被
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的心，愿我们的心能够深深的爱慕你，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你而丰盛。感谢赞美主，再一次将我们以下时间交托仰望神，愿主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大家平安。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奉献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主哦，哈！你们也要奉献，对不对？好，来，那你们人拿一个，啊，拿好，坐好，哈。来，对，手不是放丢的，哈，要放进去。好，我们请敬语执事带我们做奉献祷告，哈，到这边来。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聚集我们在你的圣殿，谢谢你保守我们一周的平安，谢谢你。这时候我们摆上我们的金钱，愿你接纳使用，谢谢你。祷告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子安帮我播放，切过去。你们觉得现在的时代有没有让你感觉到非常的不同改变？疫情、战争，还有疾病所会带给人的那一种惶恐跟害怕。所以根据在我们台湾的这个教会的普查报告里面，那现在有很多人，他们自从疫情之后已经不太习惯去到教会在聚会，反而是什么？反而是更多人习惯在线上，甚至呢宁可在家里，而且更安全。那有这个台湾教会普查报告里面，今年根据统计聚会人数下滑了大概32.6%。然后疫情过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再回去像以前那样？有可能，可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对我们来讲，我们好像没事。其实对大桥教会来说，我们真的影响不是很大。可是对于整体的教会来说，我们必须要重新来。那个穆恩、余恩，请你们可以上去咯。没关系，请你们上去。好，你们该吃饭了。好 ，OK， 可以吗？来，赶快上去。不可以可以赶快上去。姐姐，来，穆恩，请你带弟弟上去。好，来。没有，爸爸在讲道哦。我们现在这个是很多人都在看哦，好不好？来，穆恩带弟弟上去。好。那也因为疫情呢，其实也让很多教会做了很大的改变。那其实呢，疫情其实过后，我牧师把它整理有3个东西，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疫情过后，教会必须要思考有一个大问题，叫做线上的移民就是说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会去看，他假设这个礼拜我没来，我就怎么样，我就看线上就好了。好，那他得到平安哦。我告诉你他们的心也是得到平安。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行，只不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行动力方面，我觉得值得思考，到底神要我们怎么样来面对。那在疫情过后呢，也考验了信徒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到底是建立在方便呢，还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所以刚刚牧师讲到说，其实疫情过后，让人感受到说，我其实也可以在家里面看线上那何必我还要去到教会，反而更危险，对不对？但实际上，基督徒，我从新约圣经来讲，包含旧约，其实只要谈到信仰，谈到这个福音其实以前的信徒、以前的门徒都是怎样非常辛苦的，他们必须要饱受可能因为你是基督徒，可能就被抓走，然后可能受到是生命的危险。
可是我们现在在遇到疫情当中，我觉得好像上帝也在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个环境。第三个，根据台湾教会的教士报告哈，在2017年，其实台湾基督徒比例是达到6.59%，可是2022年台湾基督徒的比例只有3.75%，意思人有没有流失很多，甚至呢，教会的基督徒比例人就开始会觉得说，哇，这是针对有在教会的比例了哈。所以呢，其实在人的心里面，包含是基督徒，他的生命也是非常的害怕。所以呢，人对生命的害怕跟惶恐，有没有可能影响到你跟随上帝的生命的脚步？有没有可能？有。人只要一害怕，譬如说，我记得昨天我们参加一个活动哈，那有一位弟兄，他就在旁边就问了这个我们的弟兄，你觉得现在哈，这个中国如果打过来的话哈，那么怎么办？然后我们这位投降哦，我们的弟兄他就说什么呢？他就说怕什么？啊，都讲个这个会啊哈，怕什么？我觉得不错，怕什么？基督徒面对危险跟患难的时候，你的生命到底有没有平安？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以前台湾可能我们的生活、教会生活感觉都很自然，也都很平安。好，我们说平安哦，平安，真的平安吗？好像大家真的啊，都很平安啊，感觉没有什么大事啊。可是现在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其实包含战争也是一样。现在战争，乌俄战争对台湾基督徒，到底我们要站在哪一个角度去看？也是啊，从一开始我记得刚战争的时候，我们就有同工就问牧师你怎么看？这乌克兰加害哦，做惨哦，挺危险哦。可是实际上到现在已经打了那么久，看起来好像不是，反而是我觉得应该是苏联感觉比较危险一点。好，所以呢，其实包含现在台湾跟中国，其实对我们基督徒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其实不单单只是在教会或者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自己的灵修生活里面说主啊，求你给我平安，求你给我的生命如何而已。反而是现在的环境已经带给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思考。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对不对？手机打出来，有很多的 LINE， 很多的讯息，你开始就转发。好，牧师光这个群组粉丝不是粉丝，就是光这个群组就有好多个，20-30个。那你说要把它删掉也不行，有些东西都有它的独特，有它的必要性。所以呢，包含现在你光看这个电视节目我曾经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你会看到新闻版面它旁边会跑很多的那个跑马灯，啪啪啪啪啪，我说哇天哪，我到底是在看中间这个，然后甚至呢新闻在讲的这个主播他讲的东西，跟这个画面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光一个页面里面就有那么多的资讯一直在。所以人不断的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一直在接受很多的资讯，而且是资讯超载的阶段。所以人的生命有没有可能安静下来？不容易啊，好，应该说不容易。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得到平静安稳的心？我觉得牧师要鼓励大家，还有鼓励每一位在荧光幕前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开始操练我们的心了。基督徒的生命要怎么操练我们的心？我们必须要专注专心在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上面。好，特别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专注在我们在做的事情上，我们认为那就是我在做的事情，我应该做的，可是我并没有专注在上面。所以很多人的心是涣散的，是不专注的。而且呢，很多时候当我们开始学习坐下来祷告亲近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只要想一件事情，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他们就算坐下来在听牧师讲道，他心里面还有很多的话，很多的事情等着要去做，然后接下来他什么时候要干嘛，一定会有，因为以前我也曾经这样过。所以这就是人的心涣散的生命。所以呢，为什么有些时候该做的事情有想到，可是却没有办法做？跟你旁边的人说，你需要专注，你需要专注。好，所以呢，
一堆该做的而没有做，甚至早该去做的，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不就是什么？就是这些东西不就应该要想到的吗？你明明知道该做，可是你就是不做。最近牧师在跟我们同工有时候在分享讨论这些学生他们就是如此，有没有？他们都知道念书很重要啊，他们都知道不可以说谎啊，可是他们就一定要去经历过那种走过错的路，然后他们才会看到说，真的，所以刚刚我们朋友也在说，牧师我在学校都被人家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没关系啊，这也是对你是一个考验啊。既然你都走过了，那你就要更刚强壮胆的，不要再做这样的人，那不是很好吗？所以呢，在传道书第5章第1节里面讲到，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新标点和合本的部分。来，你到上帝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知道吗？有些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来到教会不是他已经来教会，我们很高兴。有些时候他的心他做的东西，他认为他奉献金钱来奉献，他有来献祭嘛，对不对？可是实际上他的心、他的生命是不平安的，而且是不好的。他回到家一样对待他的孩子，他就说还没救啊，还没路用，黑暗专用，那种生命是有危险的。所以圣经里面说，你到上帝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怎么样？愚昧人献祭注意他讲注重的是听啊，你有没有听到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在教导我们如何学习专心的重要。所以专心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时常去想，你有没有专心？当你专心做事情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有没有比不专心的事情还要来得好？会不会？会嘛？你在写字如果你专心每一笔一画的写那就不一样最近我在带我的老大泽恩写字，他做错事情，我请他罚10遍，他铅笔盒忘了带放在安亲班，我说你写10遍，你知道后来我说你要写，我不要忘记把铅笔盒我不要忘记带铅笔盒。你知道他写什么吗？他写我要忘记带铅笔盒。你懂我意思吗？他说爸，我写完了，我做完了，然后他交到你面前。我说你在写什么？重写。这就是专心跟没专心。然后我告诉他，你的字有没有写好看一点？现在很多都资讯时代，都是打手机，所以很多学生他们不会写字，所以写字非常难看。我不敢说我的字非常好看，可是过去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阶段，就是为了要传递一个美好的信息给一个自己所心仪的对象的时候，我们会用写信的。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写信，我就看到我的字说：“哎呦，好丑，我要写好看一点，不然人家看到我的字就觉得哇，你这个人好像不好，不 OK。”所以我就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至少还可以。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没有专心在做事情很重要。你们都知道牧师很喜欢钓鱼，那每次其实钓鱼人有一种大家都知道每次你在钓鱼的时候，如果你不专心，刚好在滑手机啦，刚好去上个厕所啦，那个钓竿放在那里等鱼的时候，那个鱼通常在那个时候就来吃了，很奇妙专心与否决定了你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办法顺利达成。所以呢，我们如果你会知道你有在照镜子出门，你会懂得怎么样去打扮自己。有打扮跟没打扮，看不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你了解到了这个专心对人的生命有多么重要。基督徒也是一样基督徒为什么必须要努力的去学习专心多么重要？其实我觉得专心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生的功课，它可能需要慢慢培养。可是呢，我觉得至少在果效上面，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知道，专心的确是我们值得努力的目标，而且要时常提醒。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他可能做事情做得不好，其实不是他不会做，而是他不专心。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对孩子讲话都会说什么？你要专心听爸爸跟你讲的话，爸爸妈妈跟你讲，注意听，有没有？去学校念书要注意听老师的话。奇怪，我们都会跟孩子这样讲，可是我们做事情，我们却都不专心，包含我们在做上帝所要我们做的事情上。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内心当中，你觉得应不应该要焦虑、担忧？要不要？还是平静安稳？现在我牧师在慢慢一步一步带领大家去思考，如何得到这个平静安稳。你必须要先了解我们现在在经历的生命的过程。你觉得人应不应该要焦虑、担忧？懂了吗？好，其实是不需要的嘛。好，所以呢，忧虑的解药到底是什么？去找哪一个医生嘛？要吃什么药吗？其实没有呢，其实没有所谓的治疗忧郁症的药啊，对吗？从我刚刚讲那么多，做专注力啊，人的专注力，你有没有放在对的事情上面，应该做的事情上面？所以忧虑超烦呐，这台语哈，忧虑超烦呐，有没有帮助？是一点帮助也没有了。好，所以呢，它只会为你带来是什么？头痛、胃溃疡、身体酸痛、暴躁、难以相处。所以牧师要鼓励大家，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有没有专注？有些时候，当你不想要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要记得，我们需要的只有一个。来，我们一起说哈，你要咬紧牙关。你自己说，我要学习咬紧牙关，我要学习咬紧牙关，做该做的事，别受情绪左右。牧师我们大家每一位都同工都了解在陪伴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会看到有很多人在面对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当他忧愁的时候，我们只有一句话：我为你祷告。可是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听他讲完，我们是可以鼓励他，放心，不要怕，专注在上帝要给你做的，好，不用担心，这些是神必定为你开路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你看这样子的激励、鼓励，然后为他的祷告，会不会带来更大的帮助？会。可是为什么我们不敢带他祷告？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在担忧啊，担心说我讲这些话有没有办法对他有帮助啊？担心说我好像不知道怎么讲啊。好，所以人时常在担忧，不专注在上帝所给我们的能力上面来祝福人。所以我时常在想，教会福音的建造、建堂的工作、服事同工的关系，包含家庭关系、亲情关系，都跟专不专注、有没有咬紧牙关、做该做的事情，不要受情绪左右。我觉得这一间教会这些人，他们是强壮的。阿们。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这段圣经节呢，是谈到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呢，这个时候他提到这个先知预言的书里面呢，背景是这样的当时候的国王当时候的王是这个西西家王。那我们知道西西家王是一个好王，可是他的父亲亚哈斯王呢，不是一个好王，因为他悖逆耶和华，而且呢，他在当时候他在整个的政治宗教上面非常黑暗。可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呢，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攻灭的时候，亚述王他其实可以趁着当时候他的优势，继续攻打犹大，南犹大。我们知道北以色列、南犹大。那当时候他已经把北国以色列灭掉了，可是接下来他其实可以顺势的做这些事情，但是呢，犹大就是犹大王，当时候亚哈斯就是我刚刚讲的西西家王的父亲。他曾经封锁了圣殿，有关圣殿相关敬拜上帝的事情。他唯一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叫做什么？他引用了这个什么不同的偶像圣殿不做敬拜上帝的事情，他做敬拜其他偶像的事情而得罪神。可是你们觉得上帝是不是怜悯神的神？是不是？是。西西家王他就是怎么样，把圣殿里面不应该有的，就重新把它打散。而且把他打掉。所以西西家王他只有25岁，他当王的时候，他面对国家的危机的时候，
他做了耶和华上帝眼中看为好的事情。牧师有跟大家分享过，一间教会如果他没有专注在上帝所要他做的事情上面，甚至没有做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上帝不会祝福了，而且上帝也不会把羊群带到他们面前，反而说：“我这个太危险的地方，我怎么敢让我的羊进去呢？”所以呢，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节以前，我要跟大家分享，以赛亚先知他提醒西西家王，西西家王他也乐意来接受。所以西西家王他积极的倡导百姓要重建敬拜耶和华上帝的工作，遵守耶和华上帝所给他们的命令。不过呢，这个西西家王我们也知道他也曾经做过一件坏事情，就是呢他在容许这个巴比伦王的使者来怎么样看他的圣殿建造的多么的伟大，这个军库，他去看他的军库，他的宝库。所以呢，西西家王他显示他的什么财物，成为巴比伦最后进攻去攻打耶路撒冷的一个重要的情报，因为他去看过了嘛，看过你的地方，说你这地方就是这样，我也知道怎么去攻打。所以呢，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以赛亚书30章第8节，我们要从第8节看到第15节。圣经里面说：“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你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一开始上帝要以赛亚告诉他说：“你要去在这些以色列百姓的面前，怎么样把我所要讲的话刻印下来？这些话是有关于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做的事情，不对的事情，还有我要提醒他们的事情，你要把它写下来。”所以你们还记得牧师有没有鼓励大家要写见证？有没有？为什么要写下来？写下来就是代表我们不可能一直活在大桥教会100年啊，懂我意思吗？我们唯一可以留的是什么？生命、信仰，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所以呢，以赛亚书一开始在我们今天所看的第30章第8节，在第9节之后呢，就开始说了，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就是说对先知说了，对先知说什么？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什么？柔和的话。说什么？虚幻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哇，这就是上帝希望以赛亚把它写下来。这些百姓他们为什么要受我的责罚，受我的责难？原因在哪里？在这里啊。好，这些人怎么样？他们是悖逆的，而且他们做了什么事情？百姓他们不喜欢什么事？他们不喜欢看异象啊，不喜欢听好的话啦，好正确的话正直的话他们不喜欢，他们也不喜欢听救恩啊，他们喜欢听什么话？合他们心意的。有没有看到他说什么？他们喜欢什么？合他们心意的是什么？柔和的话有没有？像我们说什么柔和的话嘛？他们喜欢听那些啦。所以呢，虚幻的话，他们喜欢这些啦。无影子的代志啦，这台语汉语版叫做无影子的代志啦，是第10节，有没有？他们喜欢听那个不是真实的代志啦。这个听咱那个咱今麦咧讲用听放假，你们听人家在讲那种虚幻讲放假，看他不可思议，有没有？干嘛做趣味的对吧？这些人很喜欢听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基督徒如果我们也像以色列百姓这样的时候，你觉得上帝会喜悦吗？其实上帝不喜悦，结果会得到主的回应是什么？我们一起看下去。好，我们一起看下去。主的回应是什么？第12节我们一起来看。这里牧师没有改到。好，那个子安你再帮我改一下第12节到第14节，牧师来念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倚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故此
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被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要被打碎，好像把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用，已从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上帝严厉的，好，看我这边哈，上帝严厉的指责这些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藐视上帝，而且藐视先知所说的预言。所以呢，上帝给他们的惩罚是什么？给他们惩罚就是说，他们要遇到什么？好像地震一样，城墙倒塌，好，把那个窑匠的瓦器打碎，好像一点也不可惜呀。人的生命哈，是一瞬间哈，上帝要毁灭人就是这样，好，让你的生命是完全无可用之处。他说什么？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以用来从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意思是说，人的生命，你卖小空，你还可以留有一丝丝的用途。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很重要的生命。下一页哈，帮我。好，上帝给我们一个救恩，是一个平静安稳的信息。说什么？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什么？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置不肯。哇，后面哈，你看一下这个台语汉语版的，他说什么？得欢会安息了。注意哦，归回安息不是让你哈什么工作都停下来哈，我要休息了，你就会得救，不是这个了，是代表什么？你要反悔，要回心转意，才会得到安歇。而且呢，恁就会得到解救了，甚至你要怎样镇静信靠哦，好安稳平静安稳，代表你要镇静，而且要信靠神，你自然就会得到力量。好。唔姑，您敢没？要不要？这就值得我们学习。上帝要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救恩，平静安稳的生命是必须要在反悔悔改的生命里面。所以牧师鼓励我们的同工带领我们的年轻朋友，包括我们的小朋友、幼儿工作，我们需要帮助去观看这些孩子，他们哪些事情错误当中，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专注，然后学习改变。当他专注学习改变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大有功效。所以人啊始终还是不喜欢听这些，所以他们不肯。我们继续看下去，16节，他们却说什么？不然，他说没爱啦，台语讲没爱啦，我要骑马得走了，要赶快你不要再讲了，我要赶快走了，我不想要再听你讲这些，所以呢，不然，他们就赶快骑马要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好，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5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岗上的大旗。审判会不会到来？审判会到来。我们刚刚看的圣经节说什么？人宁可骑马疾跑奔走，但却不愿意安然在上帝的面前。第16节有没有看到？其实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概念：我们的生命真的听到人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试着去冷静听看看，到底什么是上帝要我们学习的？上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耶和华必然等候。你看哦，刚刚我们看16到17。人不肯以后，他还是奔跑，想要赶快跑。可是上帝有没有怜悯人？有啊，18节，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福音诶。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凡等候他的，都是怎么样？有福的。所以呢，跟你旁边的同工朋友讲等候神，不要逃跑。等候神，不要逃跑。当你遇到有一些不知道怎么解答的问题，试着冷静、安静下来，不要急着说什么“好了，我要离开了，我要离开了”，不要。我们学习先冷静下来，等候看看，神自然会给我们安静的心，学习怎么面对。腓立比书，好，我没有放进去。腓立比书4章第6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挂虑东挂虑西，忧愁那个忧愁那个。曾经有一个寓言故事，古时候有一个修道士，他种了一个橄榄树，然后他在祷告当中，上帝啊，求你帮助我的这棵树呢，需要水分的时候呢，让它可以得到很多的水分，然后让它的根可以得到非常的滋润。上帝就降雨下来。他又祷告了，他说：上帝啊，我的树需要日光，求你给它日光。上帝又给它日光。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很特别。他又继续祷告了，上帝就说：上帝啊，现在他需要这个霜，就是这个好像冰霜一样，它不是只有阳光。他也这个修道士也很有智慧，他觉得他的树需要经历过好像风雨一样，所以他求上帝给他冰霜，然后让他能够更加的坚强。然后那个修道士呢，有一次呢，他就说：上帝啊，让我的这个树能够强壮。可是最后呢，上帝竟然让他这一棵树后来死掉了。他说：上帝啊，我种这些树那么的用心，可是你为什么让我这棵树后来竟然是死掉了？上帝跟他说：我其实不需要让你的树，你要为它操心那么多啊，你就让它去经历啊，我自然会透过不同的环境、时间点，让这一棵树怎么样平安长大。所以人需要太过担心吗？其实不用。但是牧师讲这个故事，是不是说我们就不用去观看人的需要，我们不用担心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本来就不需要担心这一个人，但是我们做神的工作，我们需要怎么做？我们需要有信心的看到不对的事情，我们就应该要怎么样去提醒他，甚至用爱心说诚实话来祝福他。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什么？祷告、祈求跟感谢。只要我们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所遇到这个朋友，他的生命遇到困难，我需要求神给我智慧，帮助他，我为他祷告。求你让我有智慧，能够从祷告当中经历神的大能，因为我也满心感谢主，让我真心的感谢主，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人的生命就会不断在那当中得着很大的力量。圣经里面有讲到一句话，箴言第3章5到6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上帝让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智慧，一个平静安稳的心，需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愿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学习专心仰望神，让我们的生命不是单单靠自己，而是在等候神的心意当中回转向神，得着神丰盛的祝福。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赏赐生命丰盛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再次赐福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更深的明白，我们如何活出与主你同行一条蒙恩的道路。我们需要专心仰望神，单单将我们的生命带到主你的面前。主啊，相信在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专心仰望主，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我们不仅能够得到平安与喜乐，我们的生命也要带来更大的信心，为主你做美好的征战。求神赐给我们，让我们学习尽心尽力的心，为主你所用。恳求主，你也在我们生命里面补足我们生命的需要，让我们在这环境变动的世代，我们依然透过祷告、祈求跟感谢的心向主你求。我们相信你必定赐给我们智慧，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再次将我们当中若有身心灵有需要、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求主你也赐给我们平安与喜乐，祝福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健康，也让我们的生命的产业能够更加的富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给我们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都能够同一时间一起来观看大桥教会每周六晚上的华语礼拜。愿主赐福大家，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胜有余，平安。